加拿大貼地嘅大屋社區點會只有得萬錦市同埋列治文山市呢？冇人帶你去啫。旺市嘅 Concord 公寓咧，上一次家鄉區已經帶咗你啦。今次我想帶你去 Vaughan 大型獨立屋社區。今個禮拜一齊去 Vaughan 嘅 Patterson 社區，走出華人 comfort zone。歡迎位置啦。Patterson 社區咧就係位於 Vaughan 嘅最東面，有好多人嘅都係認為呢一個係列治文山市嘅社區，就因為佢夾雜於列治文山市同埋 Vaughan 嘅交界。旺市嘅社區咧其實規劃比較大，同列治文山市多倫多唔一樣。Patterson 社區鄰居就有 Concord、Richville 同埋 Maple。嗱，如果今集旺市嘅家人區咧有足夠嘅 comment、like and share CLS 三部曲嘅話咧，下次帶埋你去旺市嘅 Maple 社區。Patterson 最出名嘅十字路口就係 Major Mackenzie 嘅 Bathurst Street。言語啦 ，Patterson 社區咧大約有9萬人口啦，27,000間房屋住戶，大約38% 日常講英語，10% 意大利人，7% 俄羅斯人，同埋4% 中國人啊。業主租客比例高達90%。業主自住就10%，一個社區嘅業主租客比例咧係好影響到整體性嘅社區環境。不過 Patterson 都算面積大嘅社區嚟㗎，所以就唔可以講到話每一個地方都係最靚。不過大家都知道加拿大嘅意大利人同埋俄羅斯人係非常之注重前院同埋後院嘅整體性。嗱，每年用於喺前院同埋後院嘅種植個費用都非常相當驚人，因為佢哋嘅習俗。佢哋嘅屋企就係佢哋嘅面子。房屋價格啦 ，Patterson 大多數嘅房屋咧都係2006年至2010年建成，大約有65% 獨立屋、13% 排屋、13% 公寓同埋9% 半獨立屋。Patterson 最誘人之處咧就係社區有好多 high and middle class 嘅公民。吸引咗嚟呢一度買3500至4000尺以上嘅獨立豪宅，平均4000尺嘅獨立屋咧，4房4廁雙車房，平均售價就係260萬啦，即係等於港幣1500萬。平均2800尺嘅獨立屋4房4廁雙車房，平均售價就係205萬啦，即係等於港幣1200萬。全新嘅高級排屋平均2400尺3房4廁雙車房，平均售價就係140萬，即係等於港幣810萬。成熟排屋啦，平均2200尺3房4廁雙車房，平均售價120萬，即係等於港幣690萬。成熟半獨立屋，平均2000尺3房3廁單車房，平均售價就係110萬，即係等於港幣640萬。Patterson 嘅社區房屋價錢咧，其實分佈都比較大尺數同埋內籠裝修影響到價錢最多。整體性嘅房屋社區咧，都係感覺到哇，有好多大尺數房屋為主。不過咧，萬錦市同埋列治文山市200多萬嘅豪宅住戶佔地率咧，就相對上細翻啲啦。記住comment、like 同埋 share CLS 三部曲，俾到順安到有希望可以喺 Patterson 呢一度上到車校網啦，小朋友咧可以去到 Herbert H. Carnage Public School EQAO 小6分數76分。公立中學嘅朋友咧，亦都去到 Stephen Lewis 弗里斯學院739間，排名84。Patterson 要講嘅就一定要講呢一間天主教中學 St. Teresa of Lennox。弗里斯學院排名739間，安省排名第8亦都提供咗 AP Advanced Placement Program 同埋 Pre-AP Program。咁就係咩意思咧？如果你嘅仔女咧學習係搶先人哋一步，呢一間天主教學校就一定會先聲奪人。咁亦都因為咧 Patterson 比較多猶太人呢一間嘅MCA Rich Tree Academy 咧都係一個響當當嘅私人學校，大多數原因去到私校嘅都係因為班比較細，更多嘅老師嘅專注講到交通工具啦 ，Patterson 社區係
非常之依賴自駕嘅，平均每個家庭一定會有2部車或以上。嗱，向南北行駛嘅高速公路404同埋48咧，都係15分鐘車程到達。如果你向東西付費高速公路407咧，大約5分鐘車程。大多數用巴士服務嘅喺呢一度都會係學生。咁你知道啦，而家學生都可能自己有車，亦都可能家長帶翻學校。所以咧 ，YRT 呢一度嘅巴士服務大約1小時一班車。去到市中心翻工嘅朋友咧，去到 Rutherford 同埋 Richmond Hill GO Train Station 有位泊有位坐。生活設備啦。Vaughan Patterson 咧，其實以安靜大屋社區題材為主嘅一個社區嚟嘅，所以咧附近嘅生活設備咧都一定要揸車先可以去到。咁我哋最先講嘅，梗係最出名多倫多最大型嘅主題樂園 Canada's Wonderland。呢一度咧擁有330英畝地，超過200個遊樂設施、餐廳、商店、表演場所，係朋友、家庭同埋遊客1年4季都會開心玩樂嘅理想場所。咁佢有包括音樂會啦、煙花表演、萬聖節派對同埋冬天嘅 Winter's Wonderland， 簡直係另一個世界嚟㗎啦！俾到你無論係細路仔同埋大人咧，加拿大 Canada's Wonderland 咧，一定俾到我哋難忘嘅體驗同埋回憶。Vaughan Mills Mall 亦都係旺市最大嘅商場啦，擁有250間商鋪 ，Bass Pro、Nike、Tommy Hilfiger 同埋 Calvin Klein， 大多數出名嘅大眾品牌咧喺呢一度都會購買到噶啦。沿途 Patterson 東面 Yonge Street 咧，亦都有啲小商店啦，各有特色。華人 TNT 嘅超級市場咧，亦都可以去到 Wildred 夾 Yonge Street 呢一度，大約5分鐘車程啦。咁附近亦都有韓國超級市場 H Mart、多倫多超級市場 Longo's。自駕嚟講啊，就非常方便啦。茶餘飯後嘅帶狗散步，一定要去到呢一度嘅 North Maple Regional Park， 係一個廣受歡迎嘅公園嚟嘅。公園入邊咧有多條嘅 bike trail 同埋 walking trail， 俾到人哋散步啊、跑步啊、踩單車。其餘咧亦都有戶外嘅籃球場、排球場同埋棒球場，俾到好多運動嘅愛好者喺呢一度玩嘅。最緊要夠大啊嘛，感受到 Vaughan 擺咗幾多錢落去咧，去管理呢個地方。你啊，一年俾咁多加拿大稅，仲唔用盡呢個城市嘅設備 ？Patterson Community Centre 就可以去到 Swash 同埋 Risman Centre， 入邊有游泳池、籃球場、健身室，總之俾你細路仔放電嘅地方啦。總括嚟講啦 ，Patterson 對於華人咧，可能根本未踏足過，因為大多數住喺呢一度嘅都係意大利人同埋俄羅斯人，佢哋最注重嘅都係居住環境、友誼同埋派頭。所以如果你住喺 Patterson， 每一次揸車翻屋企嘅時候，你都會感覺到友誼、親切同埋環境好。不過如果你係需要方便嘅生活設備，亦都唔識揸車嘅話咧，我哋有其他更好嘅加港區社區適合你。順安推薦啊，我都會俾 Vaughan Patterson 88分。我係阿 Kent 順安，如果你中意我原創嘅話，即刻喺下邊幫我 CLS comment like and share 3部曲，然後咧分享到俾你就嚟到加拿大嘅親戚或者朋友。如果你想我幫你買屋、賣屋或者睇屋嘅話咧，亦都可以喺 IG 同埋 Facebook 嗰度私信我，或者 call 我。我哋下個禮拜繼續。